第22章。諸位父兄，請聽，我而家對你哋申辯。眾人聽佢講嘅係希伯來話，就更加嘅安靜。保羅話：我原本係猶太人，生喺基利家嘅大數，喺呢一個城裏邊成長，喺迦瑪列門下，按我哋祖宗嚴謹嘅律法受教，熱心侍奉神，好似你哋眾人今日一樣。我亦都曾經逼迫信奉呢一個道嘅人，直到死地，無論男女都所拿入監。呢一個係大祭司同眾長老可以俾我做見證嘅。我又領咗佢哋傳達俾兄弟嘅書信，往大馬色嗰度去，要將嗰度信奉呢一個道嘅人所拿，帶到去耶路撒冷受刑。我將到大馬色，正走嘅時候，約喺正午，忽然從天上發大光，四面照住我就仆倒喺地，聽見有聲音對我話：掃羅，掃羅，你點解要逼迫我呢？我回答嘅話：主啊，你係邊個？佢話：我就係你所逼迫嘅拿撒勒人耶穌。與我同行嘅人睇見咗嗰個光，卻冇聽見嗰個對我講說話嘅聲音。我話：主啊，我應該點樣做呢？主話：起嚟，入到去大馬色嗰度去，喺嗰度要將所派你做嘅一切事話俾你知。我因為嗰個光嘅榮耀唔能夠睇見，同行嘅人就拉住我嘅手入咗去大馬色嗰度。嗰度有一個人，個名叫做阿拿尼亞，按住律法係虔誠人，為一切住喺嗰度嘅猶太人所稱讚。佢嚟見我，企咗喺旁邊，對我話：弟兄掃羅，你可以睇見。我當時往上一看，就睇見咗佢。佢又話：我哋祖宗嘅神揀選咗你，叫你明白佢嘅旨意，又得見嗰個義者，聽佢口中所出嘅聲音。因為你要將所睇見嘅、所聽見嘅，對住萬人為佢作見證。而家你為啲乜嘢擔言呢？起嚟，求告佢嘅名受洗，洗去你嘅罪。後嚟我返到去耶路撒冷，喺殿裏邊祈禱嘅時候，魂遊象外，睇見主向我話：你趕緊嘅離開耶路撒冷，唔可以延遲，因為為我作嘅見證，呢度嘅人一定唔會領受。我就話：主啊，佢哋知道我從前將信你嘅人收喺監裏面，又喺國會堂裏面鞭打佢哋。並且你嘅見證人司提反被害流血嘅時候，我亦都企咗喺旁邊歡喜，又看守住害死佢嘅人嘅衣服。主向我話：你去啦，我要差遣你遠遠嘅往外邦人嗰度去。眾人聽到佢講到呢一句說話，就高聲嘅話：咁樣嘅人從世上除掉佢啦，佢係唔應該生存嘅。眾人擾攘，摔掉咗衣裳，將塵土向空中揚起嚟。千夫長就吩咐將保羅帶入去營樓嗰度去，叫人用鞭拷問佢，要知道佢哋向佢咁樣宣揚係為咗啲乜嘢嘅緣故。啱啱用皮條綁上之後，保羅對企喺旁邊嘅百夫長話：人係羅馬人，又冇定罪，你哋就鞭打佢，有呢一個條例嘅咩？百夫長聽見呢一番說話，就去見千夫長，話俾佢知，話：你要點做呢？呢一個人係羅馬人。千夫長就嚟問保羅話：你話俾我知，你係羅馬人？保羅話：係。
千夫長話：我用好多嘅錢先至入咗羅馬嘅民籍。保羅話：我生出嚟就係啦。於是嗰啲要拷問保羅嘅人就離開咗佢走咗啦。千夫長既知道佢係羅馬人，又因為綁住咗佢，亦都害怕啦。第二日，千夫長為要知道猶太人控告保羅嘅實情，就解開佢，吩咐祭司長同全公會嘅人都聚集，將保羅帶咗落嚟，叫佢企喺佢哋嘅面前。